運輸署批准喺機場島展開自動駕駛車輛嘅無人化測試，車上唔再設有後備操作員。署方期望可以逐步推進成商業營運項目。運輸署自前年年底開始喺機場島測試自動車先導項目，經過1年半，包括年初加入遙距操作系統。運輸署最新宣布更新承辦商百度羅伯快跑喺機場島同北大嶼山嘅先導牌照，批准展開無人化測試，即係唔使再有車上嘅後備操作員。署方強調安全係首要考慮，經已派員實地巡視同埋審閱承辦商每月提交嘅報告。為咗方便路上嘅司機啊、其他嘅行人呢，去識別呢啲無人化嘅測試嘅汽車咧，喺每一架呢啲測試汽車上高嘅車身呢，除咗要貼上我哋早前運輸署發配嘅一個自動車嘅標籤之外咧，今次係要額外喺車上咧，係車身上高咧係貼置一啲新嘅標識，係指明咧係自動車係無人駕駛測試中。安全呢，好似我頭先咁講，係首要嘅考慮要求。我哋有法可依，包括頭先講到係要為每一架嘅測試嘅自動車咧購買有效嘅第三者保險。咁另外嗰個車上高咧，亦都有呢個嘅電子嘅數據嗰個嘅記錄儀啦。運輸署至今一共批出8個自動車先導牌照，港鐵同機管局下半年會喺高鐵西九龍站至到機鐵九龍站之間安排4架自動車測試，路段會途經匯民道、佐敦道等主要路段，預計出年第2季開始商業營運，接載乘客同埋行李。西九嘅項目呢，我諗我哋嗰個路線圖呢，係盡量去測試多元化嘅車種。譬如我哋今日介紹呢一個嘅機場島嘅測試項目咧，係一啲小車嚟嘅。咁我哋而家喺度推動緊嘅其他嘅測試項目咧，包括有一啲咧係一啲嘅小巴類型。咁我哋再下一步咧，其實我哋都處理緊有一啲嘅申請咧，可能係一啲再大型啲嘅車輛。咁所以喺車類型、車種方面咧，就走向多元化。對於測試可唔可以加快，謝永儀就話首階段嘅測試已經有唔少躍進突破，包括係測試提升車速、多車運行等等，會爭取盡快開展第2階段，前提都係安全為先。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